嘿嘿，聖經金句句句咁一朝一句好開心啊！嘿，老友記早晨啊！最近呢，靚仔牧師喺個網上呢睇到喺個芳苑公園嘅小販中心呢，2樓13號呢，一個叫做 Eddie 嘅檔口呢，有人呢就賣好特別嘅西方同埋本地結合嘅菜式喎，就係咩呢？就係雞扒叻沙意大利粉啊！Chicken chop laksa blasta， 哇，8扣半啫喎，或者叫做油封雞啊，油封雞嘅雞髀呢，差唔多10蚊意大利粉啦嚇。有人食過嗎？有人食過嗎？我自己都未食過啊！但係咧已經係吸引咗靚仔牧師，好想去買嚟試一下。食咗呢，我就可以同你分享噶啦。好啦，今朝早嘅金句係歌羅西書3章17節，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嘅名，借着他感謝父神。歌羅西書3章17節，無論做什麼，或者說話，或者行事，都要奉主耶穌嘅名，借着他感謝父神。無論咩事，壞事好事，都帶着感恩嘅心去面對，這就是我們基督徒感恩喜樂嘅原因啦。嗱，人生就會活得好啲㗎，你話係咪？連我都估唔到靚仔牧師竟然可以做咗依件事啊！咩事呢？嗱，回想靚仔牧師呢，已經錄製粵語聖經金句差唔多有6年啦。從2020年4月啊，新加坡嗰個 Covid 嘅病毒大爆發嘅時候呢，全部嘅老友記唔得出門啦，唔得嚟教會啊，所以咧靚仔牧師因着老友記唔返得教會，神就叫我用呢個咩？用錄音嘅方式呢，就講出神嘅話語、神嘅信息。使到新加坡識聽粵語嘅老人家呢，最少唔返得教會都可以喺手機聽到神嘅信息。好嗰陣時好多教會都希望收得到。當然而家呢，慢慢呢個 Covid 嘅疫情呢恢復之後呢，就好多人都不再需要，其他嘅教會都唔會再聽㗎啦。就算而家係少咗好多老友記聽，唔知道有冇人呢？我想問下，有冇人一開始2020年嘅時候就開始聽呢個粵語金句呢？聽到而家6年啦呢，6年到而家有冇咁嘅老友記呢？意思就係講，我哋又老咗6歲啦。當然感恩老友記好忠心嘅聆聽神嘅話語，無論你係開始聽或者最近你哋聽都冇相干，最緊要我哋要忠心嘅聆聽神嘅話語。雖然我唔敢話靚仔牧師嘅金句係最好嘅，但係呢，俾唔返得教會嘅講副話啲老人家呢，都係一種機會啦，都係一種學習啦，都係一種聽神嘅話語嘅機會啦，係咪？對靚仔牧師呢，最令我驚訝嘅事情係咩呢？就是我竟然為着呢個粵語金句我自己寫咗一首簡單嘅主題曲我自己寫咗一個簡單嘅主題曲，叫做《老友記之歌》。如果你聽金句好耐嘅人你應該聽過好多擺㗎啦呢首歌。新嘅聽眾呢，可能就未聽過啦。我感恩上帝就連嗰個歌曲，佢個曲同埋佢歌詞都係靚仔牧師自己寫嘅。
我寫出呢個粵語金句帶俾我哋嘅温暖啊！阿靚仔牧師呢，老實話嚇係識唱歌，但係我係唔識音樂嘅喎，播音樂嘅喎。嗰日呢，我係因為中咗 Covid，我咪唔出得門咯，我就喺自己個房間，我就喺個床上呢，咁就呀呀嗚嗚呀呀嗚咁唱出嚟就作出嚟喎。咁我又寫出啦，很有押韻啊，好有押韻嗰啲歌詞喎。結果呢，我喺短短嘅1個小時1個鐘頭呢，我竟然寫出嚟又唱出嚟喎。我就即刻自己用呢個手機錄音啊，用手機錄音出嚟啊。我嘅錄音嘅聲音呢，就應該仲有 Covid 啲微菌啊。等到我好返咗之後呢，我就即刻去揾嗰個識彈鋼琴嘅弟兄呢，幫我彈出嚟，仲去個屋企咩錄音錄呢個唱歌出嚟喎。感恩上帝啊！咁呢，呢個老友記之歌就生咗出嚟啊！好似懷孕生出嚟咁喎。我好呢首歌好似變咗我個 BB 咁嘅樣喎。呢首歌呢個 BB 已經5歲㗎啦嘛。好啦，我而家呢就播出嚟俾你聽啦，好嗎？如果你可以嘅話，最少老友記你聽2擺，你就跟住靚仔牧師一齊唱啊，好嘛？嗱，好簡單嘅歌詞㗎，你一定識唱，你一定得㗎啦！你唱嘅時候呢，你就思想一下咯，思想一下老友記之歌帶俾你有咩嘢寶貴嘅信息咯。好啦，請聽搞笑版嘅老友記之歌。搞笑版老友記之歌嚟咯！老友記嚟啦！老友記，嘿嘿，老友記，一朝聽金句，老友記，呼呼，老友記。一日聽晒去呀，老友記，嘻嘻，老友記，耶穌為你死，哈，老友記，呼呼，老友記，罪得到赦去，一齊嚟啦，老友記，喂，老友記，復活主再嚟，嘿呀！老友記，等，老友記，盼望在這裏，老友記，老友記，福氣滿嚟，哈哈哈！老友記，喂，老友記，幸福等住你呀，幸福等住你，幸福等住你，哈哈。